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小白兔和狼。森林裏住着小白兔和它的媽媽。一天早上，媽媽要去森林裏採蘑菇，就對小白兔說：你把門關好，誰來也不要開門。小白兔記住了，媽媽走了，大灰狼來叫門。他唱着：小白兔乖乖，把門移開。小白兔一聽不是媽媽的聲音，就說：不開，不開，不能開。媽媽沒有回來，誰來也不開。大灰狼只好走了。呢個故事教我哋唔好胡亂信嗰啲陌生人啊，要信你屋企嘅家人。下次見，拜拜。